人家看做家不说谁没，俺也不赢谁没，俺也不赢这个钱谁没的。写的那了，俺人人呢吹下有，算啥？到我老婆没给钱，俺那做，家不说是年的讲没年不钱，那老吃，家国的卡巴第一个，我第一个钱年少啊，家国的卡巴第一个，第开钱不得写是年就怎么？钱是年了，哎呀，可那做，我这边呢，俺个主播是有培训哦。我这边安排了啊，想想热切吧，说说热切，太阳雨，干嘞，他给俺写字的呗，这个钱，有人我们当上俺叫主我们都工作写字的钱，我这点，确实不是提下去，他是闹交问题，咱们老哥做什么了？哎呀 ，OK， 俺看这个工作写的当差不了，确实说是你的事的。结果说是漏了，要不这年啊，一弄了，结果说是结果没年片，这个先别人做考完结果第一个多，俺这年过的，俺的些年，所说是年都些年心没被打的，啥西，我那是打的哩 ，Let's go， 结不错，Let's go， 结不错，多年了，那个去干都，回去走走，这里知道贴吧。Yeah, let's go. 也不错，也不错，也不错，也不错。也不说，几座能 drop down 咱们这世界中年做也不说，丢了几丢了几多年的年做也不说，许多了青年没被来没听说的也不说，年不会过了几十六届的年做也不说，弄了米了天了就说敢听做也不说，前边给七多过年不青年听做也不说，让给了同居青年别个的听做也不说，成年了龙家青年听长听做也不说，写东南他个不说那老鼠妈的也不说，那路真最喷嘴，没说的也不说，年不不比古代的年做也不说。说明点子冷丢垃圾就是你家不说，马诺不切我的，看电视古典那的别的可能诺不的，写的当然让了也家不的是我的点，每天最天还家不的呢，看咋都能写错了又在场我家不的，让你了以我前面是同点定做家不的，只下那里我都是的打，木头些都是应该家不的当都，啥子不如如今都是当年听做的家不说，没同点家被米家也年听做的家不说，婆婆呀哥哥当年。钱不听做的假不说，铺场面我的生年有什么听做假不说，没把块全说人气的年听做的假不说，没有了考虑有年吃不了听做假不说，若把了有了吃足年听做的假不说，遇到王家也点着饼家吃你的假不说假不说，你假不得谁遇到空头虚饼假不说，没人一拉个没别明天做些假不说，他妈呀都当见年点一点些假不说，手机的手看里面假不说假不说耶，假不说。也不说，也不说。但我那也不得是越南圈子嘛，那不起我的，看出了也不得那让别人不舍个的打，下午嘛去打又有听着的气的神鬼密度，羡慕做点别对面说他们讲之前嘛先别给这越南三路当，提起了新年卡扎点不要赢，也不说，没记住肚子当年也不说，他不说话有年有着年就也不说，没七八来年古学古嘛了也不说，没水长学青年吃不把背回来也不说，没印度青年古学难过也不说，我过了3届电年进大钱了也不说，独身说了那边苏大姐妹也不说，越在长嘛长嘛随年影响也不也不说也不说，电别来起对大瓜刚过青年也不说，日军的人年都是当年电别也不说，龙边那头住不住说年说不也不说，陆军那木狗说年也不听做也不说，也不说，也不说，也不说Fuck you， 是些莫不可的3年3路当，没被也不是呀，自己的世界陪着呀我当我的，看出门就陪着当那扎啥了的，地雷些那路线当年就这个那不吃的，妈的呗，他个的，那个他现在都不穷死的，腾给地雷的只要个当算，看谁有的当。